早晨，陳生，係香港電台啊！我想講一講咧，就係你話04年去諮詢嘅時候啊，基本當時係日出康城係未入伙嘅。咁佢完全係冇問過啲居民嘅意見。咁即係佢有同西貢區議會磋商有關擴展計劃㗎。我知。環保署嗰陣時喺04年4月開始嗱，根據邱局長邱騰華所講咧，環保署喺2004年4月開始就同呢個堆填區啊所在嘅西貢區議會係磋商有關嘅擴展計劃。你繼續啊。咁當時即係日出康城都未入伙，所以你哋諮詢其實係冇諮詢過啲居民嘅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，我覺得呢啲嘅係政府上嘅規劃錯誤。你既然係可以擴建堆填區，你就唔應該喺800米之內再俾人起樓啦。你啱唔啱啊？你而家俾得人起樓，你又繼續擴建，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呢，其實政府呢就係言而無信啊！即係佢1994年嘅時候，佢用堆填區嘅時候，佢話明用20年呢就關閉㗎啦。咁你而家呢就言而無信，又再擴建。即係以前擴建咗個18公頃，而家又再擴建喎。咁無了期啦！佢而家話去到2018年咧就會關閉啊。咁但係咧，到時佢一定會又再擴建。咁你對於即係居民嚟講，你對於佢係冇意思嘅喎。即係你失信於民啊嘛，啱唔啱先？陳生，你係咪附近嘅居民？我係日出康城嘅居民。同埋我想好簡單同你講一句，你想唔想你屋企800米之內起一個堆填區先？阿陳生，你頭先嗰番話有兩點啦。第一點咧就係咧。800米範圍有堆填區呢件事咧，日出康城嘅買家咧買嘅時候就有冇注意到呢一點咧？我知，當時呢個話2013年就會關閉。係啦，冇錯啦。所以咧你先至買啫嘛。我知。而家言而無信，你又再擴。我之所以話你有兩點咧，第一就係你買嘅時候，你係知道800米範圍裏邊有堆填區呢一點。第二點，我同意你講啊，就係而家延遲咗嗰個堆填區啊嘛，係咪？咁呢點你好有理由反對嘅，係呢點上。OK，即係我覺得你擴建你。有你個觀點，但係我亦都有理由反對啊嘛。係同意。即係好簡單嘅問題，你喺呢個飯廳側邊整一個開放式嘅公廁，你覺得有冇問題啊？你應該講嘅唔係800米嗰樣嘢，而係你延長嗰個堆填區呢樣就係論點，好冇？係言而無信啊嘛！你講咗話2013年關閉，我先至買嘅啫。係。咁你而家又不停咁擴建，咁我係咪有權反對？你有權擴建，我有權反對啊！你有權反對啊？不過800米嗰度你冇權啊，因為你知嘅。跟住江生電話。